就去殡仪馆，我出外景，是我第一次看见告别仪式，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那场告别仪式的最后，主持人领着往生者的家属来到户外，一起放了个风筝。等风筝高高飞起的时候，主持人把线剪断了。他说：“风筝是往生者的灵魂，你们的思念都随他而去了。”当时听见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想明明都是主持人，为什么他的工作就好像比我更有意义？而且我发现我平常对活着的人说不出来的话，对死去的人说出来毫无障碍。好像只有在他们的沉默里头，我才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的。我能看见他们的灵魂，就给了我很大安慰。他能看见灵魂，我不信。你别管信不信了，反正他挺厉害的。为你们能看见灵魂，走一个吧。咱们这行干久了吧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仪式感。那你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就是下班去理发店找 Tony 老师做个造型啥的，反正这是我活出来的第一步吧。还有相亲。对，还有相亲，那是我的主要项目。等你干时间长了，你也会有你自己的仪式感，还有很多禁忌。禁忌比如呢？比如我绝不参加朋友婚礼，绝不跟好朋友握手，不跟他们说再见。啊，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在殡仪馆上班。那如果人家问到了呢？告诉他标准答案。我是服务业的。我不喜欢撒谎。这不是撒谎，朋友。我跟你讲个事儿。我有一次打车上班，目的地我就填的殡仪馆，然后来了5个司机，全给我取消了。后来给我气的，我第6个司机，我站在小区门口，我说你不许给我取消，你要是不敢来，我就投诉你。那他来了吗？没有。后来我就把目的地改成了伤心面馆，第7个司机才过来。所以你看嘛，在一个不能直面死亡的国度里，这就不是撒谎，这是自我保护。被拒绝的感觉太痛苦了。有你跟陈法医的虐恋痛苦吗？你感受不到，你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小美，你别离开我。陈峰就是个渣男。3月，我们都说这么多了，你也讲一个你的秘密吧。秘密啊？我妈妈不爱我，这算秘密吗？那你不爱你我们俩爱你，来，咱喝一个吧。我俩爱你，来。是的，我好像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不小心窥探到了别人的秘密。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，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告诉我，想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，因为我发现，不管多么孤僻怪异的个体，都会在生命的某一刻找到属于他们的同类。我久违地感受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秦伟说的对，活着还是不错的。你好啊。
赵三月。走了，礼物，走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撞到你吧？礼物，您没事吧？走。